大家好，由我球場大叔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拜仁慕尼黑。啱啱見拜仁喺聯賽5-0大勝漢堡，之前喺主場都見佢哋6-0大炒萊比錫。呢一刻你有冇覺得以前嗰支班霸拜仁已經返嚟呢？如果你問我球場大叔，拜仁喺而家德甲應該都係超晒班，但係如果你行出德國去返歐聯，我就有少少保留啦。點解我會有咁嘅睇法？主要係因為佢哋請咗金賓尼做領隊。其實拜仁上一年年初揾金賓尼做領隊，而唔揾啲名牌教練，我都已經覺得好奇怪。因為話晒拜仁都係世界級球會，以前用嘅領隊全部都好出名，而金賓尼以前教嘅球隊冇一支係同拜仁同級嘅。咁究竟佢憑乜可以贏到拜仁嘅高層支持呢？經過1年幾嘅觀察之後，我發覺拜仁而家唔會同巴塞、皇馬或者阿仙奴呢啲球隊用成億聲去市場上爭最好嘅球員，反而用另一個組軍嘅思路，就係去英超執平貨，揾啲 CP 值高嘅球員。睇返拜仁啱啱大勝漢堡嘅正選陣容，其中3個最重要嘅攻擊位置都係由英超過嚟，分別係簡尼、奧里斯同埋路爾斯迪亞斯，而喺呢場贏波賽事裏邊，5個入球當中有3個都係佢哋包辦。單憑呢個數字就睇得出佢哋有幾重要。其實呢場賽事仲有個英超兵後備登場，就係前車路士前鋒力高積遜。呢隊德國班霸點解可以咁短時間揾到咁多高質嘅英超兵？相信金賓尼喺背後都做咗好多功夫。金賓尼以前踢過熱刺，更加踢過曼城。佢退休之後教過安德烈治，亦都教過般尼。相信佢喺球員同教練時代都喺英超建立咗一定嘅人脈。金賓尼嘅人脈加上拜仁呢個大球會，絕對係可以吸引英超好多高質嘅球員過去。其實英超呢幾年盡收天下利器，不過有唔少球星或者啲潛質新秀，因為喺強隊競爭太過激烈，都未必有穩定嘅出場。又或者即使打得好，都未必攞到一份高薪嘅合約。好似路爾斯迪亞斯之前喺利物浦真係打得非常之好，但佢想要份高薪啲嘅合約，利物浦好似都俾唔到佢。所以拜仁就睺準呢個機會，俾份肥約佢。而家佢嚟到拜仁就開心啦。你見佢加盟以嚟，差唔多場場都有入波。佢嘅打法同以前湯馬士梅拿好相似，令到今年拜仁嘅入球能力再提升一級。照牌面睇，呢班前英超進攻球員喺德甲應該超晒班，今年再衛冕都應該冇乜難度。反而大家要留意，如果當拜仁去到歐聯對住啲真正強隊嘅時候，究竟呢班英超兵頂唔頂得住呢？我講緊嘅真正強隊包括皇馬、巴塞、利物浦、曼城、阿仙奴或者巴黎聖日耳門。上述呢幾隊球隊前中後3線強之餘，佢哋嘅板凳亦都好深。我覺得拜仁嘅中後場同埋佢哋嘅後備陣容相對係比呢啲大球會弱，所以而家呢支拜仁想返去歐洲最頂級嘅位置，我估今年都未係時候。另外大家留意拜仁呢隊波，今年主場就好強，但係作客就有少少問題。你見佢作客嘅賽事入得又失得，2場都贏得好驚險。呢度某程度證明咗佢啲後防線唔係太穩陣，所以如果今年拜仁喺歐聯作客嘅賽事，大家都要小心啲，買嘅時候千祈唔好咁進取。如果唔係隨時蝦嘢，佢可能一球緊縮就算鬼數。唔知大家對今年拜仁又點睇呢？如果中意我呢條片，俾個 like 我，或者訂閱我頻道，撳埋鐘仔，下次出新片就通知你。拜拜。